台积电昨晚举行发说会，外界关心台积电伫咧人工智慧、CoWoS 等产业的布局。董事长是表示，台积电今年已经增加 CoWoS 产量超过2倍，要是无当应付需求。那伊也乐观看待 AI， 讲未来5年的营运，可保证会真健全。17台积电股价震动，并乌收伫1035块80块。不过，煞无互投资人失去信心，因为台积电发说会公布第三季的财报，合并营收是低票7596亿9千万，年增39%，税后利润大约低票3252亿6千万，一个月利润低票12.54块，双双年增54.2%。也拿未来5年的营运，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魏德嘉保证真健康，也看好 AI 需求。My judgment is real. Our real experience. We have using the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our fab and R&D operations. By using AI, we are able to create more value. 魏德嘉伫发说会讲海外布局的进度，美国的晶圆厂会伫明年顶半年开始量产，采用4奈米的技术，良率非常悬。日本厂受到当地政府大力的支持，有信心伫新本厂提供和台湾厂同款的制造品质。欧洲厂会伫2027年量产，只是客户对 CoWoS 先进封装的需求大大加过供应，当时才会当满足客户的需求。台积电也做出回应。Customers' demand far exceed our ability to supply. So even we work very hard and increase the capacity by about more than twice, more than 2 times as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last year, and probably a double again, but still not enough. 很有可能到2027年之前，其实台积电在整个后段封装的产能的部分，依然还是非常的紧俏，甚至是供不应求。魏德嘉表示，对台积电来讲，伫台湾设厂需要土地、水、甲电，有和政府密切沟通。因若敢是要用核电或者是其他的力量，佫无法度对外说明。不过有得到政府的保证，会满足台积电伫水、甲电顶面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